请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7章24到29节。白话字圣经伫新约第8页，其他的版本请看荧幕。马太福音第7章24到29节。所以，你若听我遮的话来行的，要比凭知识的人去伊的厝，伫石盘顶，雨落、大水到、风吹，冲着迄间厝也无倒，因为地基伫石盘顶。你若听我遮的话无行的，要比凭戆人去伊的厝，伫山顶，雨落、大水到、风吹，冲着迄间厝就倒，佮伊的倒是上重。耶稣讲遮的话煞，众人奇怪伊的教示，因为伊教示人亲像有权能的，无亲像因的经学书。以上，这是请台南新学院院长王宗尧牧师来讲道，题目是信仰的根基。所敬听的牧师。牧师娘，咱的牧师团，咱的长州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真欢喜会当伫今仔早起，来到咱嘉南教会，也看到所敬听的校长了，足欢喜会当甲好朋友见面，甲以前捌伫久的时间，捌做朋友坐坐，我真欢喜会当代表台南新学院来到咱的中间，甲咱请安。报告台南新学院目前的状况，也今仔日早起要用即个信仰的根基，甲咱三角来分享。这是耶稣讲的譬如，即个譬如，拍啦，原来的意思是讲边仔，伫咱日常生活边仔的代志。所以耶稣是一个真好的老师，伊拢通过咱日常生活边仔的代志，简单发生的代志。来甲咱讲人生重要的道理，也种这个譬如，咱拢知影，要种水的花，要种好的修行，拢爱压伫好的土，真简单的这个譬如，毋过真有意思。咱咧读圣经讲浪子回头的这个譬如，对咱真有启示，因为咱每一个人拢有过去，可能咱拢会做毋对，毋过过去。发生的事实已经无法度改变，毋过过去发生的事实的意义会当改变，也因为过去发生的事实的意义改变，就改变你的现在，也改变你的未来。这就是浪子回头的故事。过去无法度改变，毋过咱就爱互伊意义改变，也因为意义改变，就改变咱的现在，也有可能改变咱的未来。我以前伫大学咧教册，所以有人拢讲吼，伫大学教册的老师上厉害的所在，就是会当将上简单的代志讲足复杂，互人听无吼，这叫做大学的教授。所以有人爱讲啥物叫做哲学，讲哲学就是有一个人伫一间暗房咧掠一只无伫遐的乌鸟，讲毋知咧创啥物货吼，讲做哲学，当这是一个风气。所以耶稣是一个真好的先生。咱捌读过即个《伊索寓言》，即个《伊索寓言》我读过一个故事，趣味讲有一只猫仔足歹，鸟鼠拢足惊伊，所以到尾逐个鸟鼠去开一个鸟鼠大会，讲咱要安怎知影猫仔来的是赶紧走。所以即个会开了，得到一个真好的结论。有人建议讲，咱来甲迄只猫仔的颔棍甲伊挂一个铃铛，所以猫仔来的时，咱拢知影赶紧走。这个结论足好。毋过散会时，有一只鸟鼠举手讲：“请问咱做一只鸟鼠要甲迄只猫仔挂铃铛？”你知影是一件代志，要去行是另外一件代志。信仰好无？信仰真好。你知影是一件代志，要去行是另外一件代志。咱咧看即个起厝的譬如，真有意思。咱拢有捌起过厝，装潢咱的厝内，咱敢是想要起一间光明、有窗仔门，会当得到温暖的一个厝。所以耶稣咧讲即个譬如，
伫咱日常生活发生的代志，咱拢会当明白。柏拉图希腊的哲学家讲，伊若要起厝，爱起四面有光、有光明的厝，用咱今仔话讲，有窗仔门的厝。做人爱光明正大、正正当当，敢毋是安尼？咱若要起厝，即个中世纪有真个人去耶路撒冷雕塑，即个路途真远，所以可能会破病、会夭饿。所以咱的教会就伫迄个中途站起一种叫做 hospital， 就是会当互人休困。即个 hospital 以后就变做 hospital 病院、hotel 旅社、hostel 还是 house 咱的厝。咱若要起一间厝，敢毋是即间厝会当得到医治？敢毋是即间厝会当得到温暖？敢毋是即间厝会当得到休困？这就是耶稣咧讲起厝的譬如。这个英文的餐厅叫做 restaurant， 伊是对叠英文来的，叫做 restaurant。迄个 around 就是讲伫边啊，伫遐咧徘徊流浪的人，你请伊入来内底，互伊 rest， 互伊会当休困。咱的教会若是餐厅偌好，咱今仔日伫街路咧行，看偌济人伫中华路咧行，看偌济人伫遐行来行去，找无人生的目标，毋知头前要安倒位去。伊若闻着咱的香味，伫迄个 around 咧流浪的中间，会当入来咱内底休困。这敢毋是咱要起一间教会上要紧的目的？互伊来内底会当得到医治，得到温暖，得到光明，啊，得到休困。这就是耶稣咧讲一个起厝的譬如。总是这个起厝的譬如，咱得伫迄个新约大的背景来甲伊看，就是初代教会拄着罗马帝国的压迫，你的信仰的地基若无徛在，迄个压迫的大风大影若来，你就倒，你就倒，因为迄个压迫是非常的伤痛，所以耶稣伫初代教会咧讲引用耶稣咧讲即个譬如的时，伊有真深的意义，就是初代教会去拄着压迫，迄个信仰的地基一定得爱稳固。咱咧看主后64年，尼罗王放火烧罗马城，就开始压迫这基督徒，讲基督徒掠来，甲伊绑伫伊的花园。身躯甲伊撒沥青，放火甲伊烧死。历史学家讲，只有要照亮我的花园。基督徒袂使假，因为假拢走了了。迄个真正甲信仰的地基起伫迄个耶稣基督迄款的信仰的人，会亲像大风影，会拄着压迫。地基若无稳，你就倒啊！我要来讲一个故事，伫初来教会留落来一个文件，叫做《彼得行传》。以后有拍做电影，叫做《暴君焚城录》。这个《彼得行传》有讲到彼得伫罗马咧做教会领袖，所以压迫来的时，逐个信徒讲啊，彼得，这个耶稣学生愈来愈少，你著爱走。所以彼得包括款款的就要离开罗马城。到伫这个城外时，看到一个人远远行来，愈看讲啊，这敢毋是我的主耶稣基督？伊就甲耶稣问一句话，讲主啊 ，Where are you going？ 你要去倒落？耶稣讲我要搁入去罗马城一边顶十字架。彼得讲毋通，我替你来。所以彼得搁活倒转去罗马城，伊讲伊袂堪去顶十字架。历史甲咱传说讲伊倒顶十字架，倒顶十字架。这就是耶稣咧讲一段譬如压迫的这个背景。不过你家读了到主后112年，咱读到迄个小亚细亚的总督，即个 Pliny 写批互罗马皇帝出来讲，伊咧讲小亚细亚的状况。伊讲伫咱遮的城市，无论是老人、囡仔、少年、查甫查某，拢受一种危险的毒素吸引。什么意思？逐个人拢去信耶稣。至到咧，咱罗马人的庙无人去。罗马人的神无人拜，兄弟姊妹，你看，耶稣若讲伫33年受定十字架死过啊，到112年，无到80年，迄个小亚细亚的城市拢来信耶稣，是安那？因为遮的信徒的地基、信仰的地基起了在，伫大风大影的时，命无倒，阁会当建立。
佫会当感动人。哦，一个人愿意冒着迄个生命危险来信耶稣。这张批主要内容咧讲啥？讲若有人来甲我密报，讲伊是基督徒，我就甲掠起来，开始对着伊个头掠起来，财产没收，判死刑，安尼会使袂？这就是做耶稣的门徒伫初来教会的即个代价。所以今仔早起我要甲咱来思考第一项，咱来问咱家己，包括我家己，问我家己，咱来做基督徒，咱的信仰有认真无？咱来做基督徒，迄天开始领洗礼来跟对耶稣，咱有决志，我要做100%的基督徒无？我毋是鼓励大家拢来读台南新人院，我是鼓励咱大家若做基督徒迄天开始，咱来做奉献的基督徒，跟对耶稣的基督徒。感谢上帝，我会当选择我奉献的场所。银行是我奉献的场所，学校是我奉献的场所，甚至我无工作，家庭是我奉献的场所。就安尼，我100%来做基督徒，来跟对耶稣基督。这就是初来教会的决志。我咧读日本的这个天主教的历史，非常的感动。日本的天主教伫幕府将军的时代，因捌兴亡到70万人，影响到日本的这个统一。所以幕府将军开始压迫这天主教徒。伊压迫真简单，伊就是将耶稣的像放伫你的头前，请你甲打过，请你甲打过。我常常咧想，今仔日若有迄个独裁国家伫咱台湾咧统治，啊来压迫咱教会人，讲真简单，你有信耶稣无？请你打过耶稣的像，咱会安怎？日本的天主教历史甲咱讲，伫70万人的中间，有27万人殉教，了不起啊！因的信仰是认真的。我讲遐尔远，我来讲初代教会，咱的台湾教会的建筑。我咧读这段历史，我非常的感动。这是李家祥牧师所讲的一个见证，就是伊的阿祖公。我过医生来台南，1865年来台南传道时，无2礼拜，伫看西街就去用赶走，不得不爱到伫其后，因为有英国的领事，伊伫遐捌到一个英国的生理人叫 Pickering。Pickering 甲伊讲吼，这伫迄个台南的较郊区遐西拉雅的族群的中间，因有荷兰人宣教的遗址，所以无一定去遐宣教，因较容易接受，比汉人较容易接受。所以迄年的10月，因就到伫即个公仔拿，就是咱讲的口头米搁入去公仔拿，吼是跋马，人讲做阵去遐传道。我要讲公仔拿一个会友，理解的信仰。即个阿祖公得到道理了后，因为当时公仔拿还未有教会，所以因就行路行到基后去做礼拜。偌远你敢知影？对台南县的公仔拿行去到高雄的基后做礼拜，就是拜六天母光的时，阿祖公甲全家拢叫来，留阿祖妈顾厝，炸三项物件，红心的棍仔，好。炸食物，甲炸一只粉鸟啊，就是行到基后时，粉鸟放倒转讲平安到基后。安尼拜六天母光开始行，行到基后大礼拜早起，有认真无？有了不起无？这就是咱的阿公阿祖的信仰。咱今仔可能有一个人住伫教会隔壁，如果啥爱来做礼拜，敢毋是？所以咱咧看即个初代的教会，咱就爱问。因的信仰真正是认真，是咱嘞。我咧看即个美国的即个总统吉米卡特，伊安尼讲，伊讲伊做浸信会的执事做14年，伊接触的人是140个。不过当伊要选佐治亚的州长的时，3个月就接触30万人。伊家己问家己讲，伊对即个信仰没有全力以赴。做14年的执事，较接触140个人，总是为着要选举，3个月就会当接触30万人。伊讲伊对上帝信仰没有全力以赴，这是一个真好的反省。咱就看
一些人的信仰，摩西带一些人出来救，哇！第一代拍拼，拢死伫旷野，就祝福第二代进入迦南地，得到祝福。你搁来读到第三代，来拜偶像。咱来看新约的圣经，保罗起真侪教会，偏偏是教会。你看到哦，菲律宾的教会有疼心合一，照顾传教者。总是你嘛看到哥林多的教会纷争激动，批评保罗先生。有人甲我讲，王牧师，你敢知影？比牧师较歹做的是牧师娘吼。有影牧师娘足歹做，讲穿伤好人批评，穿伤歹人也批评，食伤好人也批评，食伤歹人也批评吼。偏偏是教会，有诶会当做菲律宾的教会，有诶就是哥林多的教会。咱若搁甲读落去，伫哥林多的教会，伫主后95年，有信徒要发起罢免因的长老。哇！这间教会实在真头疼。我相信咱迦南教会一定是菲律宾的教会，听咱的牧者，听咱的兄弟姊妹合一来做耶稣基督美好的见证。咱讲信仰要认真，安尼咱要怎样来形成一个认真的信仰？我感觉无困难，就是爱对使命感开始，对咱的热情开始。我伫新人伊上课第一节，一定爱问迄个新学生一个问题：讲你有使命感无？你有生命的卫生无？若是无，浪费你的青春，嘛浪费我的时间。咱今仔坐伫遮嘛是共款，就爱问咱家己：咱真正对上帝信仰有热情无？有生命卫生无？这个热情。毋是遐尼困难，毋是只爱讲好，咱来去参加什么灵恩的特会，参加什么会，咱较信仰会立起来。生命卫生是自然的，是你甲即块土地的关系，你甲厝边隔壁的关系，你甲你的家庭的每一个人的关系。你的太太若无法度看到你的热情，你的厝边隔壁若无看到你对生命的热情。你讲你要安怎热情起来？所以伊是自然的，是你甲即块土地的关系。你会早起来看报纸，会收起袂？佮甲咱起价，会收起袂？我咧看阮台南市一个孝子，哦，我看了足感动。报纸报讲吼，伊逐礼拜拜六，拢去菜市仔买菜，骑脚踏车骑去后壁乡，伊的老母住伫后壁乡，家款内底煮饭好食。吼，礼拜日转来去拜去上班，做人的囝儿，敢毋是应该安尼？这个感动，这个热情是自然的，就是咱甲土地的关系，咱甲厝边隔壁的关系，咱甲咱亲人的关系。所以生命卫生无遐尼困难，就是对安尼来开始有热情无？咱伫圣经读到迄个好的撒玛利亚人，敢毋是互咱一个真好的启示？当然有真侪理由，这时行得着过，利未人行得着过，圣经学者嘛当解释，因为惊讲即个人已经死去啊，所以这时毋敢去望死人，所以活得着过。当然嘛有人解释用现代话讲，要去赶去做礼拜，要参加圣歌队，无时间活得着过。哦，你圣经该读个好，因为这时利未人是住伫耶利哥，时间到较去。耶路撒冷带礼拜，圣经甲咱讲是对耶路撒冷落耶利哥的路上礼拜煞无心，我咧着过。只可个解释搁较趣味，伊讲这时伫遐看，有想要甲伊救，毋过惊强盗搁伫边仔，所以毋敢甲伊救，慢慢行，愈心愈无平安，讲嘛是爱转来甲伊救，所以转来是讲袂赴啊，去互救走啊。咱今仔伫路林咧行，看到甲咱讨钱的人，咱活得着过。咱拢讲疼心，咱的疼心毋捌实践过。我记我对美国转来时，我做者同学甲我讲，王牧师，
你即摆若伫高速公路咧开车吼，看到车号，你毋好停落来呢，你若停落来帮站，人讲你家弄着。哦，咱拢有听到一个笑话，讲伫台湾开车拢一流的，吼是安那？因为二流的拢死了了，吼。你捌会着过？哦，我嘛足困扰呢，吼，因为你钱互伊，有可能伊去啉酒创啥话，无好啊。所以，阮有几个好朋友，阮讲你安怎做？咱是基督徒，所以阮有一个原则，好，检查我钱无互伊，总是时间也会使，空间也会使安全，咱敢袂当停落来问讲，安尼好无？吼，我虽然钱无互你，毋过安尼好无？我来隔壁7，我买一寡物件甲你分享，甲你分享。因为咱就是基督徒，咱若无迄个委身热情，咱免啊形成迄个认真的信仰。我到今仔日甲牧师娘有当时啊开车出去，看到迄个老大人咧捡利纸，阮有时会感觉，吼，这个社会贫富的差距遐尔大，所以阮会停落来，去附近的杂货店啊7买一寡物件，甲伊分享。咱来常常提醒咱家己，来正做迄个有委身、有生命委身。的即个基督徒，我常常咧想，人是安那甲动物会无共款。哦，我比如讲一只羊啊，拄着一只虎，咱可能讲哦，赶紧走，赶紧走。有可能阮一边兄弟姊妹出去拄着伊，就捡一个；拄着伊，就捡一个。哇，经验知影伊危险，总是你若甲伊看，哇，这羊啊知影危险，哦，伊有某种的知识，伊有害怕的情绪，咩叫了后逃走。咱讲这是本能。我讲我一只狗仔足够，我饲一只狗仔非常爱狗，训练了足好。所以我每一遍我的厝若落大雨会滴水的时，我拢伫边仔墙角边放一块桌布，好，狗仔伊拢知影使命来，就赶紧去墙角边甲桌布夹来，互我讲主人啊，落雨啊涉水啊，赶紧去切切咧。好，每一遍训练了足好，所以有一天我袂记甲桌布放伫墙角边，对吧？哦，落雨滴水啊，狗仔知影使命来，走去墙角边，我看无桌布。就走来催我，尾巴摇一摇，讲主人，我不知道怎么办了，你看着办好了。你安怎？哎，无倒步，我举扫帚啊，叫做 intellect。入去，佫会当出来，叫做智能。咱人类的世界是安尼，咱有智能，通过想象，真做创造咱。我伫海边，我有智能，我想象，毋知会当过袂？哇！智能甲想象就真做船啊，真做无人机，真做人类的进步。我要讲的重点是，咱会当想象永恒，确定咱生命的广度与深度。咱若活伫这个世间，咱若只有伫迄个历史的平面，咱制造问题，到尾佫塞互咱家己来解决，咱的人类使无啥物愿望。咱得爱有迄个永恒的面相，亲像十字架，有迄个垂直的面相，有迄个上帝的面相，有迄个永恒的面相。咱得有迄个心智来想象永恒，确定咱生命的广度与深度。这就是阿摩斯的见证，伊甲上帝的关系，互伊去想象遐伊索比亚、遐非洲的囡仔。甲以色列的囡仔，敢是拢是上帝的囝？就安尼跨越种族，跨越伊的限制，他的生命的广度甲深度就扩展，伊就更加热情。人互上帝创造有伊的形象，是真水的。咱得把握这个上帝互咱上好的礼物，伫咱的日常生活去体会感动，去体会受气，去体会家己的责任，甲迄个使命感。所以使命感是安尼来的，总是有人会甲你泼冷水哦，你有时会真失望。咱今仔伫街头咧行路，每一边咧抗议，到落尾转来拢是真失望，因为这个政府袂改就是袂改，无爱听人的话就是无爱听人的话，你会真失望。我讲一个简单的咧，我伫清大历史系咧教课，10几年来，我有一个经验。拢看到迄个大一读历史的学生咧转的，伊来读历史的时有威信哦，伊有热情哦，伊选历史系。现在读1年了后，伊就转的，因为足侪人来泼冷水。你读这要创啥？毕业了敢找有头路？
所以真侪人就去传咧，除非你开始进入第二个层次，叫做信念的威信。是啊，我要读历史，是啊，我今仔伫遮做基督徒，所以你来进入信念的威信。我今仔来遮，甲咱三角敬拜上帝，我实在是真感动。我看下早牧师咧带咱读圣经，因为信念的威信的基础就是上帝话。咱每一遍拄着挫折的时，就爱转来上帝话来起迄个地基，互上帝话成做咱生命的帮助。迄个永恒的理想，成做咱的理想，互咱愿意甲即个理想共同生活，改变咱家己。所以上帝话有重要无？迄个就是咱的地基。所以每一遍咱拄着困难的时，咱就转来上帝话，甲上帝交会。我想初代教会敢是安尼？伫迄个大压迫，敢袂惊？当然会惊。死神来的时，敢袂惊？永远会惊。总是因伫迄个地下的梦底下住的时，用耶稣的话，用上帝的话，互相来激励。我常常咧想，信仰甲迷信的差别大好伫遮。我若下早要来伫罗日，有人甲我讲哦。遮外口有一个人咧等钱，吼，等100块、1000块，赶紧去捡，吼，啊，你著相信真正要去捡，这叫做迷信。毋过下早我要来，我昨暗甲我的囡仔讲爸爸今仔要来讨园，所以足早就会出门，所以我桌顶会留100块，互你食早顿。我的囡仔无看到迄100块，伊就相信，因为伊甲我有关系，伊常常咧听我的话，伊看我做伊的模范。这就是上帝的话，咱甲上帝的话愈熟，咱愈爱读伊的话，咱甲伊的关系就愈深，咱的地基就愈稳。所以咱得爱去进入迄个层次，对生命卫生热情，还佫无够，爱进入迄个信念、信仰的卫生，爱读上帝的话，互伊成做上好的地基。我常常咧想，伫这个世界中，伫咱的教会有3种人。一种人就是对就是对，唔对就是唔对。哇，这真有原则。吼，不过这世界有时嘛真歹讲，啥物人是对，啥物人是唔对。所以虽然真有原则，无一定快乐。一种人绝对袂快乐，对变做唔对，唔对变做对，这绝对是袂快乐。不过，佫有一种人，若是对，咱三甲来去做；若是唔对，咱三甲来改变。我相信这款人一定会快乐。可能跟我同年龄的人，可能最爱看一出电影叫做《乱世佳人》吼。我坦白讲，我少年时去看这出电影吼，其实拢咧看女主角的身材吼，实在有够水的。总是第2遍、第3遍去看，我慢慢会看伊的全部的剧情，伊的悲伤，伊得到的安慰。吼，咱今仔坐伫遮，敢是安尼？有可能是因为圣歌对来，伊有可能是某一个因素来，伊拢看某一个部分。你来坐好久，甲上帝交陪好久，你着当看到咱的教会的全部，看到咱的过去、现在，甚至咱的未来。也安尼，若是对，咱来三角来去做；若是唔对，咱来三角来改变。敢是安尼？这款的信仰，伫上帝话所起做的信仰，较会快乐。那第3，最后一项，毋也是安尼，咱得将上帝话解挖出来，我甲叫做见证的威信。见证的威信，咱有热情，咱起了是上帝话做咱的地基，咱得爱甲伊见证出来。我常常感觉咱今仔正做台湾基督长老教会1分子，咱是了不起的，因为咱有耶稣，咱有台湾，佮有耶稣基督的福音。今仔伫台湾有真侪人有福音是无台湾的，这台湾发生啥物代志，甲伊是无关系。咱今仔真侪人检采有台湾，总是无基督教的福音的，有可能真是真家己。会出头天，家己会遐荣华富贵。佮大部分的人，
是无福音，阁无台湾的。咱了解未？咱正做台湾基督长教的一份子。咱有耶稣基督福音，咱阁有台湾；咱有台湾，阁有耶稣基督的福音，这毋大了不起。咱就是伫今仔日伫台湾这个状况，咧重视神学教育，咧正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咧关心这块土地的未来，咱咧参与，咱咧奋斗，毋是仰光家己，是仰光上帝，因为咱的地基起做伫上帝的信仰，这毋大了不起。我常常咧想，这个世间有啥物了不起？人间的伦理，就是家己过好。叫做利己主义，顾家己，所有的听拢是关心家己，只要有一个原则，莫去妨害着别人就好。咱敢毋是拢伫即个所在咧写即个钱？敢毋是安尼？有啥物了不起？家己顾好，莫去妨害着别人就 OK。你知影耶稣基督的伦理，咱做一个基督徒的伦理，会了不起是即个耶稣基督的听，即个见证的听。爱甲咱的利己主义斗争，甲咱对物质的欲望斗争，毋也是安尼？爱甲咱的骄傲斗争，甲咱的自私斗争。耶稣讲：你若要做人的头，爱做人的萝卜，这毋大了不起。世间的伦理有啥物了不起？顾家己，莫去妨害别人就好。耶稣基督的福音，咱若有体会人，咱就知影这个福音。爱甲家己的自私、家己的骄傲斗争，毋也是安尼？咱阁形成一个听的活力。头先讲的叫做真理，即嘛是合理。迄个听会当关心比咱更较需要的人，阁毋是要得到社会甲咱学乐，讲你即个人做有听心，正手做的，无互倒手知影，毋是要夸口家己。阁来咱帮咱的对象是颂扬人、弱势团体。是安那？因为他们没有能力报答你，这那是了不起。用我讲一个家己的见证。我会记我1983年去美国的时，因为我家庭是真富裕，去读册的时得到奖学金，所以开始倾钱，倾到代表16万，哇，足欢喜，去换$4000去美国7年，完成这个学业。我毋是讲我作熬哦，$4000会当换7年。我要讲的就是，足侪人甲我帮赞，不求回报，了不起啊！今仔日我的经济改善，我的经济较好过，帮赞我的学生，不求回报。这就是基督徒的信仰，就是咱见证的威信。这个听毋也是甲咱的利益、甲咱的自私斗争，佮形成活力，来关心需要的人，关心遐弱势团体，因为因实在是没有能力回报你。这款的听毋大了不起。咱咧看比平和传道迄个白宝珠宣教师，伫麻风病人工作50年，到落尾家己破病，佮无健保卡，边仔总统互伊一张健保卡。迄个伫社会一个小岛，一个比利时的神父咧关心遐个麻风病患，伫遐工作10年，伊家己得到麻风病，伊留落来日记，伊迄早起的早祷，互人非常的感动。伊讲以前拢称呼恁兄弟姊妹，今仔日开始真正做恁的兄弟姊妹。听会当听到安尼，这毋太了不起。世间的伦理有啥物了不起？顾家己，莫去妨害别人就好。这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就是咱伫台湾做基督徒的上大意义。搁安尼，咱搁会当学习上帝的本性，因为上帝出日头互好人，也照歹人，正做咱听对得的动机。哇，太了不起！咱啥物人做会到？我咧看中文哦，中文迄句话实在足歹。中国人的思想实在是真无好，什么君子报仇3年不晚，你甲一个冤仇放伫你的心内放3年，仇还袂报你就胃溃疡啊，敢毋是？学习上帝本性，会当正做咱听对得的动机。世间有啥物款的信仰？
你若无因为想象永恒，你若无因为甲上帝去做迄个信仰的根基、水的根基，啥物人会当达成？即款疼的溃烂，这就是初代教会所留落来。伫压迫的中间，因伫迄个罗马地下的墓，伫遐切三角聚会，你看到迄个墓碑，啥物人17岁殉教，啥物人16岁殉教，留一个鱼仔，耶稣基督，咱的救世主，上帝的囝。所以我常常甲我的学生讲，你的车若钓一尾鱼仔，就毋通去闯红灯吼。你会足对去初代教会，吼，你看到主餐、圣餐，大家起调，这个疼的团契，过来将这个信仰传予伊的第二代。这是万英华牧师做中英中学的校长，我感觉伊的见证，我真感动。伊是剑桥大学的数学系Queen学院，伊来到做中央大学，伊的座右铭讲：伊祈祷伊所做的每一个决定，拢毋通互上帝失望。这做我的座右铭。今仔我伫新人院服务，毋望所做的每一个决定，绝对袂使互上帝失望。这是阮创校的巴克利牧师，了不起。伫南台湾服务60年，壮伫台南的公墓，一生奉献互上帝，16岁就献身，写伊的献身文，当年签名。伊的牧师娘甲伊结婚了，牧师娘甲伊签名，签到过身迄年。阮今年有一个老师去 Glasgow 访问，足欢喜去拄到一个伊的亲戚，迄个牧师娘的亲戚。因为黄武东牧师捌去英国的时，有看到迄张献身文。因为巴克利死了后，伊的所有遗物拢通过英国领事馆送转去伊的家属。黄武东牧师捌看到迄个献身文，总是迄个家属无送互学校。阮怎咧努力，若当摕到迄张献身文，会当接到所有学生的迄个鼓励。16岁大理的时，就奉献互上帝，来伫传道。伊伫台南府城咧行，伊讲伊行路行到目沙，主持礼拜，高雄的目沙，毋是咱台北高雄目沙，行9点钟久，行9点钟久。伊讲当时有3个朋友派来台湾宣教，一个伫印度，一个伫中国，伊派来台湾。伊讲伊慢慢明白，是安那上帝派伊来汉人一山的台湾，讲因为伊的脚长，真好行路。请咱奉献咱的脚，来安慰需要的人；奉献咱的手，来做上帝的工；奉献咱的嘴，来讲信仰见证的话。这是巴克利牧师娘。牧师行路，牧师娘可能行袂去，光脚，就安尼当心伫山区做上帝美好的见证，来去做台南新人院。所以信仰的卫星，咱看到迄个生命卫星、信仰的卫星，甲见证的卫星。那最后我用这个爱菲尔铁塔来做结束。这爱菲尔铁塔是1887年所起，3年，这是工业革命的上好的代表铁塔。伊拢总用1500个部分，甲伊组成300米悬伊会当挡风速挡190公里，塔会斜袂？会斜总是用250万钢钉。所以虽然安尼风咧吹，伊会斜，毋过袂倒，因为伊有250万的钢钉。请咱兄弟姊妹来正做咱嘉南教会的钢钉，甲咱的教会钉起来。来请咱正做神学教育的钢钉，无论是台南新人院、台湾新人院、玉山新人院，正做因的钢钉，互咱的台湾的神学教育会当培养听台湾，佮听上帝的传教者。我祈祷进前，我有一个影片，互咱来分享咱伫即个台南新人院目前的即个状况。
你愿意做台南新人院的院长，你有确实这是上帝的旨意，要忠情尽职，一世人归荣光上帝，利益上帝国的建立。你有诚实遵这个意思啊无？行院的头就是耶稣基督，伫行院中独独。我用永远所感动，将把上帝利用，我信心是靠上帝运转，也信心向你和你和信心我，接受各款总理甲操练，我愿意遵照好命运。我会选择台南新学院来读，其实毋是为着要摕一个政府所承认的文凭，应该是讲较重要的是要去以后要去做上帝的工。那其实，在南神的生活有很多的团契，比如说像生活小组、大礼拜各样的团契，那就是会让老师跟学生之间的互动，就有点像在教会的那种感觉，而不是非常制式化上课的那种感觉。大家是做伙住做伙食饭，这种斗阵的感觉，就是像咧甲厝里的人做伙迄种同款的感觉。我想这是我伫台南市学院内底所体会到，这是一个有互人有家庭的温暖，还有一个家庭的气氛的学校。目的会，那是对学生总会遮所选举出来，遮做一个目的会。主要就是咧帮助讲学生甲学校之间，若有讲有啥物款的问题，要遮做一个桥梁，还是讲遮做一个沟通的一个管道。目的会内面也在办真侪活动。我相信最近大家拢有看到一寡壹传媒介了台南市铁路东移的代志，伫遮学生拢会透过家己组织，也是透过目的会来发这个消息的时阵，去参与到这个代志，会当更加有团结的心。上早的是巴克的牧师引带这个台南新学院，经过清国的统治，甲日本政府的统治，迄阵因对英国来的时吼，伊咧想讲是安那上帝派伊来汉人坐山的台湾，因为伊对台南府城行去这个高雄遐个目沙主持礼拜，爱行9点钟久，所以伊慢慢会明白讲，原来上帝派伊来。这个汉人坐山的台湾是因为伊的脚长前后行路这就是巴克勒奉献的精神。黄宗义牧师开始，伊做院长了后，开始提倡一个叫做本土化的神学教育，就是这个神学教育要甲台湾的处境会当结合，爱关心台湾的劳工，关心台湾的遮的种田的人，会当甲遮的弱势团体。会当关心，做一个真正耶稣的门徒，真正要纪念耶稣，煞都爱甲耶稣行同款的路，做同款的代志，活出同款的生命。要安那伫各种的议题逐所在来见证耶稣的救恩，耶稣的疼，活出甲耶稣同款的生命品质。这是南新人基本的精神啦。我感觉上骄傲的是台南新学院的一份子，对这个土地、甲这个土地内底徛起的百姓，特别这的弱势，也是讲容易互人忽略这的族群，有迄款应该爱去关心的责任感、甲使命感。南新的文化是较在地性，较伫深根伫这个土地顶面。照顾咱遮民众的心情，徛伫个受害者这边，等等的一寡运动伫个过去，所以我较会选择伫即间学校来读，因为我嘛想要做一个亲像树仔深根伫即个土地顶面的一个人安尼。
我常常甲学生讲，咱叫做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就是咱有台湾，也有福音，也有基督教的福音。咱所信仰的上帝是关心台湾的前途，关心台湾人的幸福，关心台湾的这个未来。所以，咱做一个基督徒，跟对耶稣的人，咱有责任。无论通过咱讲的话，通过教会所做的事工，我也期待有较侪的青年会当家培养，互台湾一个更较好的未来。亲爱的主，感谢你，我今仔看到遮尔济优秀的青年人，因来跟对你，来到这个学院学习，互阮看到新学院的愿望。你坚固阮的心智，互阮每一个人会当踮伫台湾这个所在来跟对你，来荣光你的性命。阮虔诚伫你的面前，要照你教示阮的祈祷文，阮三甲来祈祷。愿你来信，你的国明白，你的旨意必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过犯，亲像阮也赦免过阮的人，不得传阮之气，叫阮脱离祸害。因为讲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三个来祈祷，亲爱的主，感谢你，互阮伫1865年马国医生将你听的福音带到台湾，通过医疗，通过神学的教育，通过教会的起造，来成做台湾人的愿望，迄个未来的光明的瓦壳，愿阮所用的每一分钱，所做的每一个事工，拢无互你失望。阮也得到一个教会对神学教育的关心奉献，甚至一个青年人，因伫年轻的时就决志。有一天，要来服侍你，要来服侍上帝你的圣国。愿你感动阮，互阮嘉南教会，成做所有总会内底神学教育的光顶。因所献的每一分钱，拢会当利用伫神学教育的推展。听阮的祈祷，靠耶稣基督的。